做事成功有4條法則。第一，你嘅固定行為愈多，掌控感就愈強，消耗嘅精力就愈少。生活中大部分嘢唔好靠意志力去搞，小事唔需要決策，無意識就做完咗。將一定要做嘅事訓練到好似呼吸咁，自然就可以用最少能量自動執行。大致人生規劃，細至今日食咩、住咩都要做選擇。每個決定都會蝕你精力，而人嘅精力有限，越係做重要嘢，越要建立穩定秩序，有意識咁慳精力，先可以全力投入真正關鍵嘅事。第二，一件事想做就即刻做，唔想做就唔好做，千祈唔好一邊抗拒一邊做。好似週末放假，你想出街玩，又驚出街冇意思，想留喺屋企瞓，又覺得浪費假期，結果門都冇出，事又唔做，內耗成日，情緒跌到谷底。如果你真係唔想出街，就即刻計劃屋企要做啲咩，打掃、睇書、學習，就算瞓成日都得，總之有事做。但千祈唔好一邊瞓一邊幻想，如果出咗街會點點點。一件事想做就做，唔想做就放低，唔好拖住抗拒去做。永遠唔好幻想同美化你冇揀嘅路，冇做成功嘅事。第三，跳過情緒，直接行動。與其怨天尤人，不如自己點支蠟燭。內耗根源就係情緒先行，身都未動，腦已經演咗幾千次。唯有跳過情緒，睇清事實，立刻出手，先有轉機。一動手，內耗就停。行動開始嗰刻，就係焦慮終結嘅時候。第四，拒絕完美主義，粗糙嘅開始就係最好嘅開始。完成遠比完美重要，先去做。就算做出一團垃圾都唔緊要，慢慢改，持續優化，先係真正進步。呢4條法則，記住佢，做到佢，你就會發現做事原來可以又順又輕鬆。